炎炎夏日想賺桶金，去個旅行開開心心。放緊暑假嘅學生，多數都想揾份暑期工，賺下零用錢，去下旅行買下嘢。但係坊間好多所謂嘅筍工，可能係糖衣陷阱。刷單騙案你聽過未？騙徒喺社交平台、討論區或者即時通訊軟件登招聘廣告，聲稱人工高，即日出糧，同我在家工作，而無需學歷同工作經驗。工作內容只係做訂單助理，幫佢哋買貨，營造銷量好高嘅效果。頭一兩次，騙徒的確會連本帶傭出糧俾你，令你放低戒心，氹你買多啲貨去賺多啲錢，令你越踩越深。最後就梗係已讀不回啦。其實除咗刷單騙案，當你聽到任何薪金高但對求職者要求低嘅筍工，就要提高警覺啦。如果有懷疑，即刻用防騙視伏器評估風險啦。